喺開始今集嘅節目內容之前呢，喺呢度都想同大家宣佈一樣嘢。原來過咗500個訂閱呢，就已經可以開通呢個盈利模式嘅。未來我就會開通咗佢噶啦。等到正式開通嘅時候，再睇下會有啲咩啦。希望到時大家都會繼續多多支持同埋照顧一下細佬我啦。事不宜遲啦，即刻開始先。阿拉岡站咧就喺啱啱過去嘅星期日咧就結束咗啦。結束咗之後，我見網上面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唔同嘅討論係針對住個賽果嘅，因為好多人咧其實都俾之前嘅攞到嗰5個冠軍所蒙蔽咗雙眼。依家一見到張雪機車佢哋攞到嘅成績，個排名係下滑咗，攞到僅第8名嘅時候，大家就對呢個名次同埋期望之間有落差。所以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其實係咪獨立車隊喺世界舞台上面依然都仲有好大嘅考驗要面對啊？不過我成日都話，喂，我哋睇賽車比賽呢，其實就真係唔能夠淨係睇最終嘅結果啊！我哋咁樣做嘅話，往往就會忽略咗比賽入面嗰啲唔同嘅細節位啦，同埋一啲比較上最真實嘅博弈。今場嘅賽事某程度上同我哋做嘅賽事前瞻呢，其實就大概都相同㗎啦。雖然我哋依然都係冇辦法好確切咁樣肯定到64號車手 Ricciardo 手部嘅傷患到底有冇影響到個比賽，但係當我哋翻閱翻一啲底層嘅數據嘅時候，張雪機車喺面對住大直路嘅一啲物理嘅限制啊，以及喺 Race 2靠佢哋嘅法國大將 Valentin the Beast 咧，其實依然都仲係做出咗一個十分之驚人嘅數據出嚟嘅。呢啲種種嘅問題又好啊，一啲驚天嘅數據都好，全部都喺今集度展現晒出嚟俾大家睇。今集我會用一啲官方嘅數據帶大家去深入呢個圍場，睇清楚呢一場表面係速度嘅比拼，實際上其實係一個物理嘅極限同埋車隊策略嘅一個暗戰嚟嘅。如果我哋要了解呢啲嘢嘅時候，我哋一如以往呢個賽後報告，我哋就會由 Super Pole 開始講到 Race 1，再到 Race 2嘅。首先我哋而家就要將個時間倒流翻去啱啱過去咗嘅星期5、6日啦。首先 Super Pole 排位賽，當時嘅賽道嘅地表溫度咧，其實一度係上升到去好恐怖嘅52度啊！52度啊，喺香港嚟講咧，我相信大家都冇體驗過噶啦。如果我哋香港上到40度，大家都已經叫苦連天啦。大家要出街嘅都入晒商場，唔出街嘅都喺屋企開行冷氣噶啦，唔會再淨係吹風扇啩，係咪？所以呢一個咁恐怖嘅溫度，對於車手喺控場同埋輪胎管理上面，其實都係一次極端嘅考驗嚟嘅。要喺短短43分鐘之內，因為呢一個溫度而炒車高達咗8次，就連 Ken Ocon 我哋呢一個咁主要嘅競爭對手，喺一開局就喺1號彎度就已經炒車去咗側邊間一間個田先啦。而且今場仲可以話係黃旗嘅放題添，喺無數嘅衝刺圈受到影響嘅嚴苛環境底下，張雪機車嘅法國大將 Valentin the Beast 依然憑藉住佢嘅神級控場技巧，硬生生咁樣跑出咗一圈1分53.157，勇奪全場第2，成功搶佔咗第1排嘅第2格去起步嘅。呢個成績其實某程度上都仲係反映出張雪機車喺呢個賽車嘅研究上面，依然都係佔住一啲優勢，而且依然都係處於一個頂尖嘅水平添啊！我哋睇排位賽嘅最佳分段時間，喺極度考驗車身反轉同埋懸掛幾何嘅 Segment 3嗰度，The Beast 係跑出咗21.459秒啊！呢一個成績係喺呢個 Segment 3入面係全場第1嘅添。
咁張雪機車佢哋嘅820 RRRS 咧，就只係得160公斤嘅呢一個輕量化嘅優勢，就喺呢個彎道嘅速度啊，直情可以媲美世界頂尖嘅水準添。但係當我一攞 Max Speed 出嚟對比嘅時候，數據就即時反映出另外一個隱憂。全場最快嘅係 Ducati 嘅 Panigale V2， 咁佢係跑道衝到去一個最高嘅時速係去到282 km/h 嘅，而 The Beast 就只有僅好可憐嘅269.3嘅啫。咁你睇到呢個數字上面，佢哋中間嘅 difference 係有12.7咁多啊！咁意味住你喺彎道上面所攞到嘅優勢，將會喺一條大直路上面，俾一啲大馬力、大排量嘅戰車迅速咁樣拉翻近。咁當時啦，我都有預測過正賽，其實一入到去阿拉岡呢一條咁恐怖接近1公里嘅大直路咧，張雪機車嘅團隊係會面臨住一個好大嘅考驗啊！咁就係一個直線尾流嘅考驗啊！咁當去到 Race 1啦，我哋嘅預測基本上都係成真咗嘅。咁啊，首先講下奪冠嘅係 Acercon， 佢揸住嘅就係 Ducati 嘅 Panigale V2 啊。佢跑出咗281.3 km/h 嘅高速，而 The Beast 雖然已經拼盡全力啊，但係極速僅只係比排位賽快咗少少嘅274.1啊。咁當中個尾速其實就輸咗7.2咗緊啦。咁但係大家見到呢一個數字，其實都知道其實已經縮窄咗個差距。而且個差距仲要已經進入翻個位數嘅階段，咁其實呢一件事都係十分之好嘅。咁啊，每當 The Beast 喺彎道上面好辛苦咁拉翻開少少啦，同後車之間，咁但係一入到大直路咧，後方嘅車手食住尾流就一路係咁飛上嚟，喺直路上面展現出強大嘅超越能力啊！咁最終 The Beast 喺缺乏隊友掩護底下，只能夠孤軍作戰，以第8名完成比賽。而喺 Race 1入面有一樣嘢好值得我哋去留意住，或者同大家講一講嘅就係呢個賽會對安全同埋判罰嘅嚴格準則啊！咁首先啦，喺第3圈嘅時候啊，Ollie Bayliss 咧，其實喺12號彎咧就發生咗一次嚴重嘅意外嘅，咁啊成個炒咗出嚟㗎啦。咁啊大會其實已經即時係出咗黃旗，咁我哋翻查翻賽事嘅記錄啦，有一份嘢叫賽事日誌嘅嘢顯示出咧，當時係有高達14部戰車同時駛過黃旗區嘅，咁當中包括住張雪機車佢哋嘅64號車手 Caricasolo 嘅。咁當正賽嘅時候出現黃旗咧，賽例其實係規定咗車手係必須要大幅減速，而且係絕對啊禁止爬頭啊。咁喺排位賽，如果你衝黃旗的話咧，係會直接取消你個單圈嘅成績啦。咁而正賽嘅話咧，大會如果利用數據查到車手你係冇明顯收油，或者你有偷雞嘅爬頭嘅行為咧，輕則 long lap penalty， 重則直接出黑旗，拜拜啦！你今場唔使再玩啦，翻 pit 先啦。咁啊喺接近200公里時速嘅重煞區嚟搞啲咁嘅嘢咧，即係出咗黃旗咧，呢個都係對車手喺心理同埋規則嘅熟悉程度上面都係存在住一個極大嘅考驗嘅。而今場最標準嘅判罰嘅範例就係莫過於 Altassini， 佢因為 jump start 啊，咁啊開局嘅時候就俾大會直接重罰2次嘅 long lap penalty 啊，咁所以車手喺駛入彎道嘅外側特定慢速長圈路線嘅時候咧，佢仲要係走足2次添，咁位置啊自然一定係落後噶啦，你冇得講噶啦。咁啊呢個數據同埋畫面咧，我相信都會係呢個最標準嘅賽事規則嘅教科書嚟噶啦，絕對可以擺落去做範例添。咁啊嚟到星期日嘅 Race 2又係點樣呢？咁啊，大會就根據 Race 1最快嘅圈速咧，就重新排列咗起步嘅次序啊。頭3排9部戰車全部都做出咗
1分53秒嘅成績啦。咁結果 The Beast 咧，其實佢都做到嘅，但係佢就好唔好彩啦，真係佢就被排咗去第4排嘅第10格起步，即係佢就算衝到1分53都好，佢都唔能夠以最好嘅成績躋身多一個，即係晉身前多一排嘅。咁啊喺直線尾速嘅上面已經有差距啦，起步仲要喺一個中游嘅重災區突圍嘅話咧，前面仲有9部車頂住你啊，而且呢9部車全部都係頂尖車手所駕駛住嘅，咁局勢一睇就知道唔明朗，係十分之嚴峻嘅。但係賽車最迷人嘅地方就偏偏就係逆境中發生啊！嚟到第11圈 ，The Beast 憑藉住前方完全冇車幫佢拉尾流嘅情況底下，佢就憑藉住呢一部戰車820 RRS 喺彎道嘅極限同埋車手嘅技術，均出咗一圈1分53秒300嘅逆天圈速啊！呢個單圈亦都係今場 Race 2最快嘅圈速添。咁大家可以對比翻一啲數據啦。咁連最終奪冠嘅 James 佢做出嘅都只有1分53.373啊，以及攞亞軍嘅 Albert Arenas 其實都只係做到1分53.424嘅啫。全場34部頂尖嘅戰車最快一圈竟然都係慢過 The Beast， 而呢個數據其實亦都好有力咁樣證明咗張雪機車喺長距離嘅競賽，佢喺速度同埋 ECU 上面直情係具備世界級嘅爭冠實力嘅。雖然最終都係受限於起步位置太後啦，加埋喺一個大直路底下尾速嘅差距，最終亦都只係能夠獲得第8名衝線嘅啫。但係距離第1名僅僅只有5.180秒嘅差距咧，呢個第8名其實就展現出佢底層嘅實力，絕對係不容忽視。哇！你諗下幾咁誇張？你排緊第8，但係你跑到最快嘅圈速出嚟，甚至乎比第1名更加快，呢一件事係十分之厲害啊！咁大家唔好忘記啊，呢一條賽道嘅地面溫度都係十分之高啦。咁喺星期日嘅時候，地面溫度係上到48度，就冇 Super Pole 嘅時候咁誇張啦。但係都已經好恐怖啦。賽道對於車輛嘅耐用程度嘅要求係極高啊！咁大家可以睇到 Al Mejias 啦，同埋 K Irby 咧，其實呢兩位車手等等啦，其實仲有多1至2名啦，都係揸住大廠嘅戰車，先後都因為機械故障而退賽。反觀張雪機車佢2部戰車，呢3缸引擎喺呢種極端嘅環境，但係依然能夠順利咁樣跑完晒成全場15個圈。就證明咗新車引擎嘅穩定性咧係經得起考驗，同埋的而且確係已經得到改善㗎啦。咁喺連續2場正賽之後咧，我哋睇到賽場上面瞬息萬變嘅殘酷啦。而 Albert Arenas 其實2場都領跑咗14個圈，但係往往最令人意外嘅就係2場都係喺最後一圈，分別就係俾 Asagon 同埋 James 絕殺咗佢。咁喺世界圍場內嘅競爭，大家睇到嘅係唔去到最後1秒，你都永遠唔會知道結果。而張雪機車喺呢個週末雖然喺大直路上面馬力被拉開至少 7.4 個 km/h。但係佢哋喺正賽表現出嘅嗰一種好純粹嘅速度，就話咗俾所有人聽，呢一間獨立嘅車隊，呢一個新嘅車廠，絕對係有實力、有能力，可以喺世界舞台上面立足。咁最後啦，下一站嘅比賽將會喺6月12到14號移師到意大利嘅米沙奴舉行，車隊會點樣去進行策略性嘅調整呢？工程師會唔會連夜再一次修改個 ECU 去補足翻個直路上面嘅缺陷呢？希望大家都喺下面留言討論下。離開之前記得
訂閱同埋撳個鈴鈴，每一次出新片你先知嘅。仲有 comment like share 下面留言俾啲意見我，同埋繼續幫手推廣一下真藝堂出去，令到我有更豐富嘅資源同埋時間去做好我每一段片啊，令到我未來嘅每一段片都能夠以更加好嘅畫面去面對你哋。咁今日就係咁多，我哋下條片再見。我係紀尚喬，拜拜。